这阵疫苗供应的情形看落是有较乐观。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民众有配合国家做预防针的义务。不过，消基会就讲，疫苗数量若是有够额，民众应该会当充分了解各种疫苗的特性，也有选择疫苗要做什么牌子的权利。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民众有注疫苗的义务。政府即马为国外进口疫苗，未来嘛有国内生产的疫苗，甚至阁有国内代工疫苗的风险出现。只要有在台湾来做代工或者做这种所谓的授权制造，我们都非常的欢迎我们会尽量予以协助。未来疫苗种类可能是侪款，政府嘛有大规模替民众做疫苗的计划，但是效力有啥物无同？敢会使家己选择？在大规模施打之前，就必须要让民众得知可能的副作用以及防护力，那么让民众可以自行做选择。疾管署表示，疫苗注啥物品牌，主要是指挥中心按教会情形来安排，目前是袂当家己选择。不过，消基会讲，若是疫苗充足，应该爱互民众家己拣品牌。基于受益权民众有选择施打疫苗种类的权利。在这个疫苗的数量已经充足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这个政府让人民对于疫苗给我们一个选择？如果不能让人民自由选择，那么理由又是何在？消基会嘛提醒，启动大规模注疫苗进前，就应该建立注射了后的健康追踪机制，也有救济措施。一旦发生民众受害的案例，政府马上就会使提供救济甲补偿。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